没事儿，顾总，你比他优秀。我优秀什么优秀？现在星云到处都是漏洞，名下产业都处理差不多了，再说就负债。是我朋友。哦。张野，我把资料发你了，你看一下备注啊。你想吃宵夜吗？好啊好啊，我男朋友真是太赞了，嘛。你想吃什么？青青，你刚才发过来的图有点问题，你再看看那个女孩的发饰，之前测阅的人提过要改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看。顾总，什么事啊？啊，您不是让我来拿文件吗？哦。等等。怎么了，顾总？是这样，我有一个朋友。您继续说。我那个朋友最近刚和他女朋友确定了关系，但是呢，出现了一个一直很喜欢他的男生，一直在他身边打转。好事儿啊，这证明他女朋友有魅力嘛。我那朋友正苦恼着呢，他答应了给他女朋友空间，但是看着那个男生一直接触他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简单，让那个混蛋别和你朋友的女朋友来往不就行了？也不行啊，他们有工作来往。顾总，您这就是太担心了。我们这儿不也有女同事吗？万一他借着工作的由头趁机追她怎么办？从昨晚开始，就一直在打工作电话，还见缝插针的在说笑话。这是工作该聊的吗？简直防不胜防。你朋友是觉得那个混蛋更适合当她男朋友吗？怎么可能？哦，只不过这个男生和他年龄相仿，爱好又相似。他之前还在网上说过，喜欢的男生正好是他这一挂的。他还恰好是个颜控，你说？哎，没事儿，顾总，你比他优秀。我优秀什么优秀？现在星云到处都是漏洞，名下产业都处理差不多了，再说就负债。是我朋友。哦，对，您朋友，您朋友，您这朋友吧，就是太焦虑了。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他呀，把他想得太严重了。您要实在不放心，就主动出击，让他在您这儿沦陷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他被人拐跑了。相信我。